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理。好评，咱来看龙川遮一间大庙，吼，这神真兴，五路的人来咧敬拜，结果吼，一个村民甲因庙公煞去咧庙前咧冤家啦，冤安那？迄村民讲吼，顶回吼，安尼神明来扶，当机一个管了尔，结果庙公啊，伯啊，你着兼咧做倒头，你甲我解说，讲啥物咧？神明甲阮翁开药方。落到5年咧，食无效啊，到尾也送急救啊！这个庙公兼咧做倒头，伊就甲这个人客因，甲这个村民因讲地主兵无明，毋是神无灵啦。这句民间流传的俗语话，意思讲吼，你来甲神明请示代志，你毋着禀互明，迄毋是神明无灵呢，是你讲了无清楚，神明无才调去查啦。国情啊，当呢，就甲人相争话你无毋对，所以这句俗语话社会咧应用。嘛，听好定来去听着讲，是你来甲我参详拜托代志，结果前因后果，你也讲了无详细，无要哪有才调甲你出骹手，甲你斗出力。地主兵无明，毋是神无灵啦。啊，头拄仔咱来讲，即个庙公兼咧做倒头，当机甲倒头两个都一欠咱知，神明若来当机好关落去，所讲的话咱听无，迄叫做天意。神明咧讲的话就对啊，就爱边仔即个倒头来反映。所以俗语一句话讲：死当机活倒头。啊，当机若死，要安怎指示神明的旨意？毋是，当机甲倒头，头前头这两字是形容词。当机固定的动作死的啦，毋过倒头的反应活的啦。即马听到人咧辛苦病痛，倒头就会甲即个患者、即个信众讲啊。哦，神明真功夫，甲你落到5年，搁落到3钱咧。我看吼，真疼痛你这个地主哦。安尼国情啊，你咧讲，毋得真可，拢溜溜秋秋，食2蕊目睭，食这个倒头反应的动作，无毋对。所以到落尾，人才发觉讲，啥物倒头假尔，连当机都假。所以流传一句俗语话，讲假当害正啦，表示讲吼，神明若无来扶，以早农村社会科学无遐聪明，医学无遐普遍。辛苦病痛，去问当机问神明指示，连神明都无讲落啦，当机假啦，倒头原来来转食，安尼也害得啥？害得这个信众正人呢？这几句拢是甲俗语、宗教、神明有牵连的话。